哇！我而家冒住雨呢，就嚟到呢個觀塘嘅物華街。係啦，頭先呢兩間鋪呢，就曾經成交過7100萬同埋7500萬。我哋嘅目標出現咗啦！呢個鋪呢，之前呢，就咗俾華潤堂，佢曾經嘅租金呢，最高去到20萬嘅。近呢2年鋪位嘅成交非常之疏落啦，但係呢條物華街計翻比例呢，一定係近期全港最多鋪位成交嘅地方。點解咁多成交？其實不外乎2個字：抵買。因為呢度啲人口非常之闊，有公屋、私人樓、寫字樓同埋工廠，所以星期一至日呢啲人流都非常穩定旺。嗱，呢間鋪呢，接近有15尺門面，至於佢嘅價錢呢，只係全盛時期嘅1/3，售價就係2390萬。有啲咩查詢或者放盤呢？歡迎聯絡我，我係 Gary Tom。